庆祝 APEC 峰会今仔日正式起稿，川普无参加会议，外界关注中日韩领袖的互动。英国国王查理斯3世小弟安德鲁王子砍杀性歹代，头含互人取消，嘛爱搬离开。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今年 APEC 峰会伫庆州举行，各国领袖、各企业的头人之间的互动是引起各界关注。川普无参加会议，大家关注中日韩领袖的互动。另外，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伊嘛邀请三爽、佮现代两间公司的董事长做伙食饭、开讲谈 AI。第32届亚太经合会议领袖峰会31早起正式展开。主人李在明总统开幕致辞时阵讲 ，APEC 成立了后，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额增加5倍，贸易额增加10倍，目前占全球贸易额50%，GDP 61%。不过目前的局势无轻松，自由贸易全球经济拢面临激烈的变动。李在明表示，团结合作，这是大家走向更较好未来的唯一选择。 각자의 국익이 걸린 일이기 때문에 언제나 우리가 같은 입장일 수 없다는 것은 분명합니다. 그러나 힘을 합쳐 공동 번영을 이뤄내야 한다라는 궁극의 목표 앞에서 우리는 함께할 수 있습니다. 为着一支反关税广告，刷起川普修理的加拿大总理卡尼，伫企业领袖峰会表示，目前的世界拄拄着必然围墙倒去了后上界激烈的变动。加拿大当地制定新的路线，是要伫未来10年，甲毋是对美国出口额增加1倍。川普即阵伫韩国敢若停留2天1暝，川协会结束了后，就转去美国，由财政部长贝森特代表出席。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加新上台无偌久的韩国、日本领导人中间的互动，自然就成做这2天媒体关心的焦点。习近平伫会中表示，中国会走向全球化、多边贸易的路线，会以1555为方向，扩大对外开放。除了政治领袖以外，今年企业领袖峰会嘛正热热，特别是企业启达拄啊先捐到5兆美金的回答执行长黄仁勋，让15年搁再到韩国，伊到的所在拢是媒体采访的焦点。李在明31接见黄仁勋甲韩国4大科技头人，宣布26万片回答上新的 AI 晶片 GPU 采购案，也加双方真侪项的 AI 合作方案，是美国本体以外上届大规模的 AI 基础建设计划之一。We have a lot of good news, a lot of great news for Korea, a lot of great news between me and my many great partners. 即暗，黄仁勋甲三星现代2大财团董事长李在镕、郑义宣伫首尔三星东正家店的餐会，吸引500人围看。2个韩国大好的人餐后各开250万韩元，请在场所有民众食正价。新闻效应的带动，互上市的鸡肉连锁企业股价往大起。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APEC 会议今仔日正式起稿，轮到咱的代表林信仪出场的时，伫咧现场介绍字卡顶悬，毋但这国家的名称是显示台湾，而且佫有展现咱的国旗，嘛以主要经济动盘佫有晶片竞争者来介绍咱。另外，伫咧其他的代表嘛有伫场边会议甲美国讲到加强科技合作，也佫有关税等等议题。 Chinese Taipei 린신이 회장입니다. 贵宾笑容慢慢加入会场，和南韩的新任总统李在明伫陪伴头前握手做伙翕相。2005年韩国 APEC 经济领袖会议10月31正式开始，台湾代表林信仪伫韩国时间9点半以第5顺序登场。经济领袖会议就在庆州河白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媒体中心也转播部分内容。不过这回转播时的字卡秀出台湾字样，还有中华民国国旗，有别于过去中华台北的称呼，引发关注。 介绍台湾的字卡是特别标出台湾的人口2330万人 ，GDP 是8050亿美金。佮表示台湾是南韩主要的经济友伴和晶片的竞争对手。另外包括韩国国营有线电视频道 KTV 国民放送，嘛伫标题放台湾国旗。另外，医道会议安排为以李在明做中心，正评第3个位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台湾代表林信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拄好坐伫对面。另外，日本首相歌池早苗是坐伫习近平的倒边。关门会议结束了后，中岛林信仪和企业代表宏基的董事长陈俊成做伙参加中岛的宴会。港岛的还有南韩半导体公司 SK Hynix 的会长崔泰元。
APEC 团队嘛放出消息，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伫部长级年会期间，和美国国务院政治事务次卿吴克心，和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卿戴森布来举行双边会谈。双方讲到台美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嘛会见美国国务院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事务次卿海尔伯格。由吴成文担任主委的国科会就是科学园区的主管机关，这回也和美方强调要在高科技政策和人工智慧领域加强合作，可能达成更深连结的还有台美之间的经贸交流。总谈判代表杨珍妮也释出消息，就在部长会议期间有针对关税议题与美方做交流。尤丁尼嘛和美国副贸易代表示会做伙协商，双方针对 AI 促进贸易、WTO 多边贸易相关议题来交换意见。另外，台美对顶贸易谈判技术性咨询嘛差不多拢确定，双方嘛表达希望更较密切合作。公司新闻韩国报道。台中标出非洲猪瘟，农业部公布病毒的基因定序，确定和中国国越南的病毒株有99.9%以上相像。不过无法度确定是为中国还是越南传来的，会先将这个结果提供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台中市场爆发国内头一个非洲猪瘟，外界关心病毒来自多一个国家。农业部3月公布病毒的基因定序结果，确认属有定组株，甲中国病毒株相款程度达到99.95%，甲越南病毒株相款程度是99.92%。因为病毒株的相似度都是99.95跟99.92，在序列的定序上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认到底的来源，确切来源是哪里。农业部强调，无法度确认病毒是来自中国也是越南，不过会将结果提供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来承担责任。序列相对比起来是99.95，1万个里面有5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从这些不一样的点，如果可以比到他们就是来源国最新的一个序列，那这5个点都相似的话，他就可以说我的病毒是来自于哪里。也对第2轮的强化防疫做法，农业部讲分级查访上，全国5442场的试滴场已经完成5204场，采检送检拢是阴性。继续采检工作上，第2轮疫情调查有列出试滴场22场，21场检验结果拢是阴性，一场是因为无试滴，所以无采样，拢无搁再检出来。不过因为台中案场由于验出3次病毒阳性反应，是不是这15天的禁温加禁台时间会延后？等到我们今天的整个清消以后，到2三天以后，它干燥以后，那个兽医所会再度去抽样，那我们看那个结果以后，综合所有的证据跟所有的科学数据，来再做专家的讨论，做更进一步的商议。农业部讲，除了台中案立场，非洲猪瘟疫情就无对外传出去情形。不过，这阵也袂使放松，也是要真细腻。目标是搁再清零，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了后3个月内无新的案例，才搁提出申请，转来这防疫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开始，北部、东北部佮东部地区会愈来愈寒，甚至是敢若剩10外度。因内中南部地区是早暗的温差会较大，要爱注意。诊所一个开导患者来看病，最近天气转冷，医师观察到真侪因为温度降低引起过敏的个案，透早就有下久的患者来互看。气喘发作的病人，来的时候就是咳嗽，但是他的咳嗽跟一般感冒咳嗽不太一样。一般来讲，如果差6度呢，我们就会感受到不一样。有些过敏的病人呢，就会被诱发出来。医师提醒，温度降低，血管较会收缩，致使血压加悬，增加心脏病、甲急性中风的风险。高风险的族群都要注意加套衫。气象署指出，31开始锋面通过，南北季风嘛增强。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天气明显会较冷。礼拜1低温有机会会到20度以下，是秋天以来温度降低上侪。在礼拜天晚上跟礼拜1晚上，甚至到礼拜2晚上的这段期间，目前看起来会是温度比较低的一个时候。像是在北部宜兰地区一个低温差大概就是落在20度上下。气象署针对15个县市发布透风特报，按算到11月初4，东北季风会小可减弱，不过受到华南混合气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甲东部有雨，敢若小可会回温。11月初5拜3，东北季风会阁增强，遮方面开始会落沙沙雨，天气又阁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虾这种动物，有的人感觉伊真古锥，毋过对有的人来讲，煞背书是噩梦。来看日本这张地图，今年为北海道一直到东京都，拢捌有虾出现过卡点。各地是愈来愈接发现有虾走入去徛家到学校，因为全球暖化，这虾过冬的时间延后缩短，所以就爱落山找食。安尼因拄着人的机会就变多啊。即阵啊，日本才会定定传出有虾去攻击人的代志，而且最近半年就已经有超过100人受害，其中有13个人拢无命，这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记录。咱若万不伊真正去当着虾是要安怎呢？保命3步就爱会记哩。第一，毋通和虾相对上；第二，毋通越头就做你随走去；第三，千万袂当爬去树仔顶，因为你一定会爬死虾。专家就建议讲，上好是趴伫咧涂骹，甲头保护好势，这是上好的应对方式。再来看法国罗浮宫，伫即个月19有珠宝去互人偷摕去，警方进前已经掠到2个人，前几日也是阁掠到另外5个人，而且这其中一个有可能是主要嫌犯。不过这碰见的珠宝到当时拢也未找到。罗浮宫窃盗案最新的进展，已经掠到5位嫌犯。10个囡仔徛伫罗浮宫防浪派窗仔门边，双手摇悬比爬窗的姿势，真侪游客拢听到掠到5位嫌犯的消息。Et là, je suis content de ce dénouement, c'est sûr. Maintenant, il faut retrouver les bijoux. C'est le plus important, c'est ce qui compte. 警方讲，警方伫无同所在掠到嫌犯，其中一个有可能是本案的主嫌。DNA 的事情，甲因一个一个串联起来。其中有2个嫌犯承认伫10月19这件轰动的窃案内底，因有部分参与。L'un d'entre eux était effectivement un des objectifs des enquêteurs, puisque nous avions des traces ADN le concernant qui le lient. De notre point de vue, au vol qui a été commis. C'est un des suspects que l'on avait, je dirais, dans le viseur, si vous me passez cette expression. 检方所起诉的一个嫌犯，2019年来法国大，伊要坐飞机去安尼吉比亚的时阵，伫德国路机场被抓，会查到伊，因为伊有交通违规的记录。另外，伊伫离开现场的时阵，所骑的机车顶面去用验着 DNA。Surtout sans billet de retour. Donc là, il a fallu évidemment accélérer les opérations d'interpellation. Pas permis de retrouver le butin de ce cambriolage. 另外，一个39岁的嫌犯有牵涉几两件窃盗案的记录，伫电视珠宝的玻璃图，甲现场所留的物件内底，有查到伊的 DNA。搁在目前并无查到管内的人有涉案。检方讲，无排除各大的犯罪集团参与，包括可能指挥作案，也是准备收赃的买主。公视新闻黄云玲编译。镜头来到英国的王室，国王查理斯3世小弟安德鲁王子，因为牵涉济买贷，在受批评的声音是愈加愈大。为着保护王室的名声，国王是决定要甲剔除王子的头衔，嘛要求伊爱搬离开王室。其实上受到外界关注的，就是已经过身的美国好野人爱普斯坦的性犯罪案。诉讼时，安德鲁王子和一个17岁的查某囡仔指控对伊骹来手来，就算王子本人已经8岁啊，不过证人的质疑个谴责却是拢无停过。其实这嘛毋是安德鲁王子第一摆，互人因为这项买贷受到处罚。伫咧2019年的时，就已经互人暂停王室的职务，当时连头衔嘛去互人挽掉。以后对外，伊就敢若会当用伊家己的本名，袂当阁讲伊是王子。就有学者表示，这会当讲是英国王室历来上重的处分。伫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撤出行动了后，30暗国王嘅小弟安德鲁王子大嘅皇家庄园就受到大家嘅注意。这个时阵大门开开，有一台车驶出来，门阁关起来。北京汉宫发声明，国王查尔斯3世已经启动正式的程序，剔除安德鲁王子的王室尊称、名号，也个英语名号。伊甲即马所住的皇家庄园的租约，可以依法会当继续住。即马终止租约的通知已经送到位，伊就会搬去其他的私人所在。虽然伊也是否认外界对伊的指控，大家也是认为爱伊做处分。This is the strongest action against a member of the royal family. And I think that the king is acting very much here in harmony with public opinion, media opinion, and parliamentary opinion. 安德鲁王子因为牵涉已经过身的美国好野人爱普斯坦的性丑闻，几多年前就提出王室的公职。虽然伊否认相关的指控，不过受到外界愈来愈多检视，即马正定期伫咧接受癌症治疗的国王，为了要保护王室做这项决定，被认为是现代英国王室史上上戏剧性的举动。有报道讲，安德鲁就伫咧拄搬入去时阵，付征收的费用啊，尔。Does need to be
be let out, if it's going to be let out, or at a commercial rent. And that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the case by any means over the past 22 years, because the vast part of the profits from the Crown Estate go back to the Treasury and therefore fund the things that taxpayers need funded. So there is a public interest here. 今年65岁安德鲁王子是国王查尔斯3世小弟，也是已经过身的伊丽莎白女王的第2后生。这个月初，安德鲁王子被迫停止国在使用约克公爵的名号。即马国王国家进一步加重对伊的处分，提掉伊所有的名号。自即马开始，伊对外只敢会当用无王室名号的安德鲁蒙巴顿温莎这个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匈牙利有一间企业，甲一寡无法度回收的塑胶废料，重新打造做空谷里，用来铺路。这100米长的路，就会当用掉100吨的塑胶废料，减少粪扫问题。Újszerű műszer. Ez valamelyik Audinak vagy BMW-nek a műszerfal borítása. Van benne fröccsöntési hiba. Anyagában nem hasznosítható, megy a darálóba, majd a betonba. 伫匈牙利的塔塔巴尼亚，一大堆无法度回收，即当入去焚化炉，也是掩埋场的粪扫，互地作碎裂了后，即卖会当重生啊。业者使用真特别的粉的添加剂，标准的蓝马孔的装置，甲切碎的这废弃物连起来，互伊染做一种轻质的蓝马孔，互废弃物代替喙石变作骨架，刷落来就甲伊铺起伫车道，互伊做打马架路面下骹基底。100 méter szer 8 méter széles útba 104 tonna műanyag ment bele a CKT-be, az útalapba. Tehát ez azt jelenti, hogy 1 kilométerre ilyen sima 8 vagy 8 méter széles kétsávos útba az 1000 tonna fölött van. Tehát ez rengeteg. 发明人表示讲，这种蓝马孔产品会当透过同款的技术无限重复，会当一直拍破底喙再利用，铺路用掉的废料的规模更较大，是真有发展的潜力。使用的废料是包括塑料、玻璃龙这包装的泡棉、含玻璃、豆腐，甚至是粉丝。不是佫讲，一般蓝马孔的业者无想要处理废物，废物的处理业者嘛无想要生产蓝马孔，但是本所送入去焚化炉含掩埋场是上歹的解决方案。伊甲这企业结合，无需要高温也是特别做的机具，就创造出新的用途，会当减少使用天然翠石资源，就来铺出一条更较永续的车路。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为着推动环保，越南的首都河内按算为明年7月开始，要禁止石油的奥多拜开入去市区。也这项禁令宣布了后，电动奥多拜卖出去的量嘛明显增加。规定的奥多拜伫咧河内贵阳路小小过外面，以后可能会看袂到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越南的石油奥多拜数量有7400万台，比越南的成年人口也更加多。其中河内700万台，乌吉明市850万台。健康效应研究所的资料显示，越南每年有7万人得到甲污染有关系疾病而死亡。为了要减少废气排放，维护国民的健康，越南的首都河内带头做改变。自2020年7月7日开始，石油的奥多拜袂使入去市中心，以后乌吉明市也会第一做。越南的交通部甲目标定伫咧2030年，到时全国1/3的车加超过1/5的奥多拜拢会变做电动车。Electric two-wheelers are much cleaner. Like basically, there's no tailpipe emissions at all, and just considering a lot of two-wheelers are used in the center and people just get exposure to the air, so it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local air quality significantly, right? Because it reduce NOx, reduce PM, those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rban area. 虽然石油的奥多拜伫介绍耐用度加修理拢较俗，不过河内政府要提补贴计划。只要只会计绍超过590块美金，差不多是代表18000块，就当领122块美金到200美金的补贴，而且一直到2030年，所有规费拢免纳。不过有一寡收入较低的民众，亲像是外送员，就打算以后拢买骑奥多拜入去市区。Không có kinh tế nhiều để đổi sang xe điện thì vẫn phải chạy xe này thôi. Và chạy xe này thì chắc chắn là bọn em sẽ phải lựa cuốc, lựa những chuyến xe chạy ở ngoại thành để chạy thôi, chứ bây giờ kinh tế không có để đổi xe mới thì cũng chịu rồi ạ. 民众批评列车转型，因为改变也反映伫越南的电动奥多拜销售量。越南有名的本土车厂林百是讲，
自从今年宣布了，因奥多拜销售量成长超过4倍，电动车方面表现也袂歹。今年到9月的销售量已经超过103000外台，这么开始会当甲中国、日本进口的电动车伫市场比原价。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